本身嘅故事唔係一部純江湖電影，透過石三郎呢個角色，因為經歷咗一啲人生嘅不如意，咁直到佢重遇翻一個佢好多年冇見嘅仔，佢哋好多衝突、好多問題。我係關心你，但係大家唔係好磨合到嘅，咁就透過呢段關係去展開咗呢部電影。你做咩喺度學人擺老豆款啫？導演啦，阿大理本身佢自己好中意一種人物傳嘅手法去寫佢周邊會發生啲乜嘢嘅事情咯。三郎佢本身咧就係一個90年代嘅過氣嘅大哥啦，成日都想東山再起，即係佢帶住以往經歷放唔低，佢覺得係咁樣，人哋先會睇佢唔起。三郎咧就比較係佢唔肯去接受嗰個現實，已經係過咗10幾年，你出翻嚟咧，佢身無分文。但係四哥咧就係然後可以照顧到佢就照顧佢咯，但係佢唔接受嘅，佢係死牛一邊頸嘅。總之你害過我一鋪，你試到一鋪，你以後都會試到嘅，變咗產生咗一啲衝突。後生嘅時候，咁佢都係風雲人物。佢突然間翻出嚟咧，跌到落谷底，乜都冇晒，老婆冇晒，錢銀啊，兄弟又冇晒，咁所以佢嘅性格係全部變晒，好難溝通，亦都冇理到個仔嗰個感受咯。咁所以個關係變得越嚟越差，越嚟越疏遠。因為我一直以嚟都唔會或者覺得佢離開咗嘛，就會覺得冇咗父愛或家庭呢項目，令到我個人都比較迷失嘅。直至到遇到阿爸，佢啟發我，佢叫我你唔好再嘥時間做無謂嘢啊，你快啲揾你自己目標去做。咁嗰下我係覺得，終於有人帶領我要做咩啦。雖然一路講石三郎呢個角色都有唔少嘅性格缺陷啦，咁但係其實佢仍然係關心個仔。如果對方遇上危機嗰樣，佢一定會第一時間出嚟去幫佢解決。咁所以呢個故事亦都係透過石三郎呢個角色，佢以前係一種為自己拼命嘅一個男人，佢如何去修正翻自己去拼命嘅方向。咁呢個就係一個重新出發嘅一個精神咯。